前一场的好高地杯霸凌的议题引发讨论，用来减少成人的产生偏差的行为，提能迅速发展正面健全的人格，是巨大的挑战哦。5年前，桃园龙潭建分区之内有讨办搞国教委托的高关怀学生的，有学生的因为安尼变做国家限数，也有本地无想要继续读书的成人呢，顺势去读高中的，人生因为安尼有无穷样嘅发展。一群本地喺學校本先生頭腦鬼通嘅學生嘅，喺搖頭創風，深度嘅抒發情緒同體力嘅貫透，咩深度嘅成就感同自信。7點，桃園龍潭警察分區4樓嘅搖頭場就該鬧熱咧，搖頭班嘅成員咧已經開始做基礎練習。用力打，不用怕，你越不敢用力打，你到時候更酸的，你那種為正的力量就沒有。好，再來。桃園龍潭警察分區5年前喺桃園體驗署換技術檢嘅聽數下，開辦嘅沙期搖頭班，但是後現如係各個學校委託嘅高關懷學生嘅。由搖頭集團的前國書楊淑菲警官負責指導。你不抓好，你自己容易受傷。過來以後，輕輕的抱過來。至少要把他身體抬起來。楊淑菲個有耐心的一一指導後現基本功。青島成人的對岩條嘅訓練當中成長，還個對比賽當中切到自信。出去比賽的那個感覺是什麼？感覺不錯，跟人家切磋啊，還可以騙人家那些，感覺不錯。那你有拿到名次嗎？有，拿到最好的名次拿到第幾？錦標賽第2名。最基本的過肩摔是像這樣子，進去卡住，然後摔。可是練到後面的時候，他要先騙一些小動作，要騙掃腳這些。你說的騙就是這樣。對啊，沒有那麼慢，是要快一點啊，像這樣。讀國中的時節，本但按說無愛再繼續讀書的姚婷兒，一喺教練的鼓勵下繼續讀書。因為比較愛玩了。本來之前高中沒有要繼續練，後來教練幫忙我，他算我恩人。高三的陳明耀喺國中的時節是行路偏差，參加搖頭班過後，變得有學習鬥志，還變作為搖頭國術，喺青島的比賽當中拿到好成績。對啊，會認識很多人，對，而且如果出國比賽，可以看到很廣的東西，出國都摔比我大隻的人。青島班太師長春期嘅成員呢，喺搖頭重康看流脈絡3萬嘅練習運動，深度嘅抒發體力嘅貫透，甚至係深度嘅成就感。品性改比較多，為什麼會有差別？因為以前不知道怎麼抒發情緒，然後來這邊抒發一下情緒。練大概半年。半年。那你喜歡來練柔道嗎？喜歡。它可以發泄你的情緒。對。摔人啊那些的。對，就很過癮。剛開始不怎麼喜歡，可是慢慢就喜歡上柔道了。摔人家的動作看起來很帥。
所以你很喜欢睡人家。对。新年的一时的改变，评论也对新年的韩国版头枪时期的景观感受改成。我接触这个业务1年多来，那看到很多小朋友，那从行为偏差啊、喝酒、抽烟啊，那进而现在就情形那有很大的改变，那行为有在收敛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带出来的小朋友，除了我现在知道有2、3个没有就读以外，其他大概有将近100多个。平常讲是属于我们这边出去的，在行为上平常讲还没有什么多大的偏差。那当时在学校可能打架啦、闹事这些，其实学生的改变实在是蛮大的。好教市長盧桂英同龍潭建設分區要討辦嘅設立，因為青島先生因為嘅問題學生嘅，都因為學嘅要討改變呢。因为我们的学生其实在国中的这个阶段他们是比较血气方刚，而且也比较精力旺盛，需要有一个发泄的那个场所。回到学校来以后，就比较能够稳定他的情绪，稳定他的身心，好好的读書。要討辦對8月到8日明日連續3點鐘，經過用改到嘅時間評論新年呢。楊淑芬講，看論新年呢，睇要討狀況要發展，唔好嘅習慣也改起嚟。再過辛苦魯達的。我覺得說，就像我剛剛跟小朋友講的，我希望我能夠陪你們走過。我雖然不管我再多久退休，我希望你們願意成長，你們願意走，我陪你們走。因為我把它當作是自己的小孩。那當你自己的小孩願意去成長，那你不扶他一把？他們很有愛心，能夠這個發現到說，他們這個領域等於是也是犯罪預防其中非常重要一環。因為今日的少年犯很可能是明日的成年犯，所以我們將一個高關懷的那個同學少年，把他引導到正向，是造就成一個很有用的社會的人士，但是等於是雙倍的效果。以警察局好要討，睇警察嘅嘢愛情關懷，韓國天天嘅傾話下，青島局鋪塔查嘅聲音呢，世界因為人嘅改變呢，人生也在向前途。